食到做去佚佗啦，无今日家就袂行，无啥人去佚佗啦。咱前水到大楼迄头家伊咧讲你着去佚佗，讲我袂啊。你看我8搭岁人歹死我啦，即摆人笑话着啊，即摆讲笑话着无度啊。伊定嘛讲叫来佚佗，我讲我袂用，伊讲你看我怎么袂行啦？啊，你佚佗做佚佗，迄无要紧，迄正常歹无要紧。啊，你也之前讲着影，互我一个，莫讲上咱走。之前迄旧年我讲啊，你无做，我会使，讲哪有可能你毋知？我就毋知啊。我哪安尼？我真毋知啊。啊，去做佚佗，这正讲咱无要紧，你看。头家讲啊，你怎样要佚佗，今日家生意袂行哦，你就免去啊。等去，结果到大来啊，无啥话就行请一个。